首先呢，我謹代表海洋公園呢，歡迎大家嚟臨第2屆賽馬會海洋減塑創新挑戰賽頒獎禮暨海洋公園大掃除嘉年華。非常感激啦！今次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嘅慷慨捐助，集塑行動咧進入第3年。其實咧，我哋都已經有超過7000名中小學嘅老師同埋學生參與。咁透過我哋嘅設計嘅一啲遊戲化嘅課程啦，參觀我哋全港首創嘅零碳排放嘅太陽能淨港船，同埋一系列嘅活動咧，持續提升新生代對於海洋減塑嘅關注，亦都將呢一份關注轉化成為行動去守護我哋珍貴嘅海洋。海洋公園亦都同潔淨水域行動 CWI 佢哋合作，採用咗4艘太陽能嘅淨港船，每日咧喺香港幾個唔同嘅地點啦，運用科技去清理好多嘅海洋垃圾。咁其實分享俾大家，直到而家其實我哋嘅淨港船已經回收咗86噸嘅垃圾啦。咁今日咧，我哋嚟到灣仔 Harbour Chill 海濱休閒站舉行第3次嘅大掃除嘉年華。咁再一次將我哋嘅十塑行動伸延到去社區，透過一啲唔同嘅互動嘅遊戲單位啦，同埋一啲升級改造嘅工作坊咧，進一步可以加深公眾對於海洋污染嘅認識。咁我哋鼓勵啦，大家一陣間咧全程投入去嘉年華嘅活動，亦都去對塑膠污染有所認識，亦都希望咧就係我哋了解到源頭減廢咧，同埋好好珍惜我哋嘅海洋。今日咧亦都係第2屆海洋減塑創新挑戰賽嘅頒獎禮。參賽隊伍咧運用咗佢哋嘅創意去解決海洋塑膠嘅污染問題，提出咗好多有啟發性嘅一啲創新嘅方案。咁充分咧展現咗咧佢哋對保育嘅熱誠。咁我代表海洋公園啦，恭喜所有嘅得獎隊伍，亦都多謝每一位踴躍支持參加呢個比賽嘅師生。咁一齊推動海洋減塑，出一分力。多謝大家。